新正年头除了出国佚佗，嘛有真侪人会选择伫咧国内旅游。不过，所有民众伫台南大饭店房间一暝6000外，一入去就看到家族的尸体，环境阁若像无整理过共款。市府派人去稽查，若是查到违规，就会依法处理，要求改善。 大厅的碰椅边仔甲下边拢是四家纸，来到房间，毋拿杯仔这物件无够。民警行后面迄个垃圾，阳台甚至有装即个分散的塑胶杆仔。有网友20住伫咧一个旅宿集团的台南馆，不过环境设备让人感觉刚气。它是潮湿的毛巾，4条全部摊开来看，全部都是有污渍的。这个金额确实完全不符合我应该要有的住宿体验。 就算是2000块、3000块，我觉得至少基本的卫生标准要能够达到。当然觉得不是就不太 OK， 当然会观感不好啊。房间一暗爱6000外块，确实这款的品质，好民众是无度来接受。关路交治报了后，也进行查机制，派人来检查旅馆营业卫生。 若有违反相关法规，将依法要求改善，并视情节裁处。未来会持续加强旅宿稽查与辅导，确保住宿安全与品质，保障消费者权益。对消费者住宿体验不佳，那我们也深感抱歉。现在正积极的跟住客联系，希望能够当面致歉。 工作人员整理疫情啊面巾，国内旅游近年来常常互批评，未少民众认为甲少数业者恶意起价，也是珍贵品质无好，这问题是真有关系。学者建议政府主管机关加强监督。 价格是市场机制，但是政府可以去做的是针对消费者争议个数，或者是消费者认为他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这个部分，进行相关的消费纠纷的处理。除了加强消费争议处理，学者认为政府应对着一直传出争议的业者重点来检查，甚至公布这个不良店家名单，同时呼吁业者爱惜家己名声，以免影响到家己的生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